咁啊，香港穩定幣條例草案正式生效，港股嘅地震啊！穩定幣係乜嘢咧？穩定幣就肯定會搞嘅啊，因為咧點講咧？虛擬貨幣政府係唔敢搞嘅，因為驚唔穩定嗱，驚出問題，所以虛擬貨幣咧，一般大嘅主權國家係唔會搞虛擬貨幣嘅。但係佢哋會玩一個穩定幣。其實你深入去研究呢個穩定幣呢樣嘢咧，其實就係現有嘅貨幣係政府發㗎啦。咁穩定嘅貨幣都係政府發嘅。咁啊，等於係兩樣嘢咧，有兩種發幣嘅機制一齊喺市面上流通。咁你諗下咩情況？因為穩定幣係一比一嘅，基本上一比一，佢唔會升值都好犀利，又唔會貶值都好犀利嘅，但係佢絕對係一比一嘅，即係等於係佢有兩套發幣嘅基礎喺上邊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政府係咪可以現實嘅貨幣發少啲咧？咁啊，穩定幣有可能發多啲咧，又或者調轉嚟咧都有可能。點解要玩呢啲嘢咧？係無非係多一重貨幣唔會貶值嘅保險咯，所以咧穩定幣呢味嘢咧，呢啲比較新鮮嘅投資，你投唔投得過咧？呢啲新鮮嘅投資，你投唔投得過咧？其實又係一樣嘅，日光落工代表你自己，日光落工代表你自己，生門落工咧，代表你要投資嘅呢個新鮮事物。同樣嘅，生門落工，如果生你比和你同工力，呢個日光落工，咁基本上咧都做得過嘅。如果唔係就做唔過噶，小心啲啊！小心啲，呢個最快速嘅一個方法最快速嘅一個方法所以咧好多時候你哋呢啲所謂嘅穩定幣仲有啲咩更加詳細嘅了解或者詳細嘅諮詢咧？咁希望各位朋友各位同學你哋自己喺現實當中喺網上你哋自己揾一揾啦，揾出嚟啦，揾佢出嚟啦，多啲了解穩定幣如果換做我嚟睇嘅就唔具備投資嘅價值㗎啦，你信我啦但係咧，你要玩虛擬貨幣咧，嗰啲風險係太大喎，一夜爆倉都有可能仲犀利嘅孖展仲犀利嘅嗰啲但係穩定幣基本上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會玩嘅，肯定會玩，你信我因為佢有兩套發幣機制啊嘛，入邊有水好深噶嘛。如果你穩定幣可以取代現代嘅紙幣嘅話，你諗下咧，政府少支出幾多OK。